大家好，我係 Miss Helen。首先多謝大家呢幾年嘅支持。經過一段時間嘅優化之後，今年2027至2028年嘅鋼琴考試教學影片，除咗研究細節位之外，仲會教大家用最適當嘅練習方法，令到學習更加有效率。影片會分為兩部分，首先我哋會揾一啲細節位去做少少 warm up， 然後我會示範全首歌。影片會不定期更新，千祈唔好錯過啦！呢首歌咧係比較快嘅歌嚟嘅，咁佢個速度咧係1拍半等於84，因為佢係300拍嘅，咁所以咧個速度嚟講咧都幾快嘅。首先咧，我哋拆開咗兩隻手先啦。個左手咧，我哋要揾到個規律嘅，譬如一開始係5度，跟住係6度，然之後佢係輪流彈嘅。咁我哋會揾到呢一個 pattern 之後咧，就做第一拍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可以跟住個拍子機嚟做先。然之後咧到右手啦，右手咧其實佢所有音加埋咧都係一個 chord 嚟嘅。譬如第一個巴，佢係 C、E、Flat、G 3個音啦。咁我哋可以將3個音都撳晒先。我哋可以當佢係2拍長啦嚇，咁就2、3咁樣嘅。當我哋一齊彈嘅時候，就會適應到嗰個手指位。加埋起嚟咧，我哋數1、2、3，左右右咁樣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當手指齊晒咁樣撳落去，再拆翻開嚟彈咧，就會快好多噶啦。87嗰度咧，我哋會見到左右手係輪流彈嘅，咁都係一樣啦。我哋可以數翻啦，3拍嘅。咁但係咧，你記得喎，我哋拍子機其實係拍緊1拍1個巴噶嘛。咁所以我哋中間咧再要分3下嘅。咁我哋開咗拍子機之後咧，就數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。務求咧嗰個1拍咧係對住嗰個拍嘅。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。去到 Poco Mano Mosso 嗰度咧係比較慢少少嘅一段嚟嘅，咁大家咧可以放鬆彈啦。記得嗰個手臂咧要向外推開，咁嗰條旋律線先至靚嘅。